時光倒流返去1858年2月11號，地點係法國南部好凍嘅路德城。嗰日14歲嘅蘇比魯伯爾納德 Bernadette 為咗幫屋企生火取暖，就同阿妹瑪利亞仲有個朋友一齊去到加凡河邊執柴。當佢哋經過馬薩波山洞嗰陣，突然間有一陣好似打風咁嘅聲打破咗周圍嘅寧靜。伯爾納德嚇一跳，抬頭望，見到山洞上面出現咗一位靚到不得了嘅女士。佢着住純白長袍，腰間綁住一條天藍色嘅腰帶，手入面輕輕揸住串念珠。呢位神秘嘅女士冇出聲，只係帶住好慈祥嘅微笑點頭，好溫柔咁示意伯爾納德念玫瑰經。之後嗰幾日，聖母好幾次顯現俾呢個單純嘅細路女睇。起初屋企人同村民都以為佢眼花，甚至有人笑佢傻。但係隨住顯現次數越嚟越多，伯爾納德嗰份虔誠感動咗大家，越嚟越多人聚喺山洞前面，想一齊見證神蹟。去到2月25號，聖母俾咗伯爾納德一個聽落好怪嘅指示：你去飲地上嘅水，用水洗面。當時地上得啲爛泥啫嘛。伯爾納德好聽話咁喺山洞左邊掘，點知就喺嗰個成地泥嘅地方，竟然奇蹟咁湧咗啲好清嘅泉水出嚟。呢個就係後來聞名世界嘅路德靈泉啦。100幾年嚟，呢股泉水安慰咗無數受苦嘅心靈，亦都醫好咗無數絕望嘅病人。到咗3月25號，當伯爾納德再一次好誠懇咁問呢位女士到底係邊個嗰陣，聖母雙手合埋望向個天，好莊嚴神聖咁答：我係始胎無原罪者。呢句說話由一個書都未讀過嘅鄉下妹講出嚟，真係嚇親當時個本堂神父，因為就喺4年前教宗先啱啱宣布咗聖母無原罪嘅信理。伯爾納德冇可能無端端識得講呢樣嘢。7月16號係聖母最後一次顯現俾伯爾納德睇，之後伯爾納德選擇咗退隱，佢入咗修道院奉獻一生，直到過身都冇再返過路德。不過佢點住嘅信仰之火就越燒越旺，而家路德已經成為世界出名嘅朝聖地，每年有超過100萬個朝聖者帶住病痛同祈願過嚟，醫學解釋唔到嘅治癒奇蹟喺呢度不斷發生，其中有72個個案更加被教會好慎重咁認定為神蹟。喺呢個崇尚物質、心靈卻越嚟越空虛嘅時代，路德嘅奇蹟就好似一劑好重要嘅良藥，呼喚住我們回歸天主，重拾祈禱的力量。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。如果你覺得呢段充滿恩典嘅故事觸動到你個心，請將佢分享俾你關心嘅朋友。願天主保佑我哋。阿們。